喺過去大約半個月呢，可能大家都留意到喺唔同嘅活動呢，我哋都為大嘥鬼設計咗新裝，配合一個新嘅口號，就係抌少啲慳多啲，去配合我哋香港減廢一個進程嘅關鍵政策，就係推動落實呢個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。嗱，呢個減廢政策嘅目標呢係清晰嘅。希望咧透過一個同呢個經濟掛鈎嘅一個政策，推動全民減廢。喺過去30年咧，香港整體人口咧個增長係34%，但係同期我哋嘅都市固體廢物嘅棄置量咧係增加咗84%，係比前者多好多嘅。而且我哋睇返我哋2015年人均嘅廢物棄置量咧，去到每人每日1.39公斤，係比起我哋鄰近亞洲城市咧係高好多嘅。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咧，係按照一個叫做污者自負嘅原則，透過同呢個棄置量向有關人士同機構咧係徵收呢個費用，透過呢個經濟誘因係推動全社會改變行為習慣，從而咧係減少整體嘅廢物棄置量嘅。嗱，參考亞洲鄰近先進城市，包括咗台北同埋南韓首爾嘅經驗咧，呢兩個城市差唔多喺20年前咧係推行相關嘅收費政策。喺佢哋嘅落實之後咧，喺短短幾年間咧，係減少佢哋嘅垃圾棄置量咧，係超過30%嘅。由此可見咧，呢一個收費政策係一個有力有效嘅一個減廢嘅政策，亦都係配合我哋香港資源循環藍圖所訂立嘅，就希望喺10年內減少我哋香港人均廢物棄置量40%呢個進取目標咧，係能夠配合嘅。我哋早前請咗海事發展委員會與民共議，就呢個政策咧，係大家希望攞到市民主流去對呢個落實框架嘅意見。佢哋其後咧喺2014年咧向政府建議一個落實嘅框架。按住呢個框架咧，我哋喺近幾年，我哋係同唔同嘅持份者一路去交流，去深化落實相關嘅細節。到咗最近啦，我哋係按照呢個計劃嘅進程咧，就希望能夠喺今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呢個條例草案。嗱，假如立法會去需要大約係1年嘅時間審議呢個草案嘅話咧，咁即係話呢個條例草案可望喺明年2018年中左右咧就獲得通過。亦都按海事發展委員會早前與民共議嘅建議，希望咧喺呢個條例通過之後，有大約係12至18個月嘅準備期，俾各界以政府咧能夠係作好相關嘅準備嘅。故此咧，我哋期望呢個收費最早喺2019年下半年咧係能夠係實施。